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裏。在家裏沒有比我大的，並且他沒有留下一樣不交給我，只留下了你，因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作這大惡得罪神呢？後來他天天和約瑟說，約瑟卻不聽從他，不與他同寢，也不和他在一處。有一天，約瑟進屋裏去辦事，家中人沒有一個在那屋裏。婦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說：你與我同寢吧。約瑟把衣裳丟在婦人手裏，跑到外邊去了。讀經完畢。今日咧好高興有我主任牧師趙聖基牧師喺我哋當中證道，神在低處保守。大家平安。嗱，下個星期咧，大家特別喺線上嘅弟兄姊妹，你哋應該要翻嚟咧，特別係歡迎阿梁牧師啦，一齊嚟到去等候上帝嘅心意，亦都向教會顯明，亦都向梁牧師顯明係咪神要帶領梁牧師嚟到教會做主任牧師嘅職位，鼓勵線上弟兄姊妹，你哋翻嚟教會一齊嘅嚟到去敬拜。今日咧同你大家一齊繼續睇約瑟嘅故事，睇約瑟嘅故事喺創世記39章到41章。約瑟嘅故事大家都應該好熟悉㗎啦。約瑟咧就係上帝俾咗兩個夢佢，呢兩個夢咧可以差啲係叫做攞佢命，係置佢死地嘅。第一個夢就係佢見到咧，佢同兄弟喺個禾場上邊，大家收割好多嘅禾軋，而兄弟嘅禾軋咧就向佢嘅禾軋嚟到下拜。兄弟聽咗之後，火都起嚟啦，心裏邊好憤怒，點可以你咁自高自大，要我哋拜你呢？遲啲佢又發第二個夢，見到日月11個星向佢下拜。即係話咧，父母兄弟11個兄弟都要向佢下拜，所以咧佢就心裏邊咧非常非常嘅兄弟好嬲佢，覺得呢個人咧目中無人，而且父親咧又好重好錫約瑟，送件彩衣俾佢啦，又喜歡叫呢個細佬約瑟去打小報告，睇下佢嘅兄弟做工做成點，翻嚟話俾阿爸聽，所以兄弟咧就決定要殺約瑟。咁後嚟諗下都唔好殺啦，就將佢賣咗去，將佢賣咗唔係好得喎，唔該，唔係好得嚇，將佢賣咗落去俾埃及人。係啦，好，將佢賣咗俾埃及人。估計咧就約瑟咧，即係被賣去埃及做奴隸嘅時候，大約17歲。如果你熟悉個故事，佢就做咗奴隸2年，然後正話咧講到嗰個主母用性騷擾又好，性侵犯又好，以致約瑟走咗啦。主母揸住佢嗰件外衣，就誣告佢，話佢咧強姦，話佢性侵犯佢嘅主母，就大約19歲嘅時候就被放下監裏邊去。呢啲年份咧係猶太嘅傳統聖經冇講嘅。咁佢喺監裏邊坐咗11年，到30歲嗰時候，佢就被提升成為法老嘅官，坐第2把交椅。約瑟嘅生平你都睇過，亦都聽過好多道㗎啦。如果你係老信徒，聽過好多道啊。究竟約瑟嘅故事係講乜嘢呢？唔同嘅講道人或者唔同嘅識經嘅人咧，都有唔同嘅着點。有人講我都覺得幾好嘅，佢話咧約瑟係話俾你聽，今日如果你喺黑暗裏邊，喺幽谷裏邊，唔使擔心，上帝會有一日藉住你嘅挫折嚟到使你升高好似英文叫做God let you to set back to set up 又好，
有幾好題目嘅喎，有啲題目咧叫做約瑟係俾佢睇一個完美嘅基督徒係點樣樣，佢從來冇犯罪，佢跌到去深坑裏邊坐監都好啦，佢都冇埋怨，佢都繼續嘅好認真嘅嚟到服侍。呢個係完美嘅基督徒生活，所以我哋上一代好中意咧係用約瑟做我哋嘅榜樣，我哋要學約瑟，亦都可以從呢個基督論，約瑟就代表基督耶穌。但係我嘗試咧從聖經裏邊解翻約瑟，好少釋經書用呢個角度嘅，我都少啊，真係好少。佢咧就係出自喺詩篇105篇，耶和華命饑荒降在那地上，喺以色列以先打發一個人去，約瑟被賣為奴僕。呢度講到約瑟係一個有使命嘅，被神差遣做一個先行者，先去到埃及為以色列即係雅各啦，全家嚟到預備。所以係個帶着使命嘅人被主差遣。然後第18節話佢嘅遭遇，人用腳鐐傷佢嘅腳，被鐵鏈捆鉤。呢度係講到佢坐監啦，由奴僕變為監躉。19節，耶和華試煉他，直等到他所說的應驗了。原來約瑟有第二個好重要嘅生命嘅功課，就係神要試煉鍛煉佢嘅信心。神要睇下俾佢嘅夢，佢信唔信得過，以致佢一路咁樣生活落去，等到上帝嘅夢實現。20節實現嘅時候，法老王打發人將佢解開，立佢做皇家之主，掌管一切所有嘅。然後以色列也到了埃及。呢個先行者先去埃及，然後跟住係為以色列家預備，所以後嚟最後以色列去咗埃及。喺呢個過程裏邊，約瑟學咗兩個功課。第一個，原來上帝要差遣佢，使用佢嚟到祝福喺饑荒裏邊嘅人，特別係以色列家。原來上帝係差遣約瑟去祝福人嘅，而喺祝福嘅背後，佢有好多高低嘅經歷。呢一啲嘅經歷係俾約瑟嘅信心經過試煉，學會咗找住神嘅同在，學會咗與神同行。呢個就係今日我要同你講嘅兩點啫，就出自詩篇105篇以經解經。呢個係詩篇嘅作者點樣睇約瑟一生？你以後都會聽好多約瑟嘅道，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去睇約瑟。嗰啲係上帝俾嗰啲講道者嘅靈感。今日我用呢個角度睇呢，就用以經解經。約瑟嗰個嘅生命線又好，職業線又好，由愛子一跌咗做奴隸。奴隸佢喺奴隸家裏邊，神與佢同在，賜福俾佢，又管奴隸嘅，喺奴隸嘅時候喺管主人嘅家。跟住佢被誣告，一跌咗落去做監躉，做喺監獄裏邊。喺監獄裏邊，佢又蒙耶和華嘅同在，又賜福俾佢，所以喺監獄裏邊管好多嘅嘢。然後遇到酒政同埋善長，最後咧轉介之下，佢去到法老嘅面前，成為咗法老嘅第二助手，即係埃及嘅第二位啦。呢個係佢嘅 career path， 係佢嘅生命線。而佢特點咧，紅色嗰條咧，我叫佢做屬靈嘅生命線。呢條屬靈生命線喺成個佢人生裏邊，見到佢都係一路嘅上嘅。佢冇因為環境高高低低而隨住升職降職被人陷害而屬靈咧降飄飄忽忽。摩西就飄飄忽忽㗎啦，梗係冇時間俾你得閒畫下呢條線。畫完聖經嘅人物咧，一陣間咧你畫下你自己條線。如果我哋今日講到有時間咧，我俾你睇我嗰條線。生命線同屬靈線，今日要問一個問題：喺你人生路上邊，喺你嘅職業，喺你嘅或者
即係我想畫條家庭主婦嘅線，想畫師母嗰條線俾你睇㗎啦。不過諗下啦，尊重佢，唔好畫佢條線啦嚇。家庭主婦都一樣有嘅喎，因為人生係有高有低嘅。喺高低嘅時候，你問自己，你嗰條屬靈線係點走嘅咧？你係隨住高低嚟到一樣高低啊，定係咧好似約瑟咁樣一路嘅向上咧？所以今日話俾你聽，約瑟嘅生命話俾我哋聽，上帝差遣你，上帝要差遣使用你去祝福佢擺喺你場景裏邊嘅人。無論喺主人嘅家、喺監獄、喺法老嘅面前，約瑟喺嗰度祝福嗰度嘅人。呢個係上帝所命定，我哋要祝福我哋四周圍嘅人。第二樣，約瑟要話俾你哋聽，我哋嘅信心係會考驗嘅。你人生會有高低起落嘅，但係呢啲高低起落嘅時候，就係你信心被試煉、鍛煉嘅時候。上帝就要你呢個時候學習點樣找住神嘅同在，點樣與神同行。神與你同在，你點樣與神同行？第一個考驗嚟啦，就係咧佢被兄弟出賣，賣咗做奴隸，好多人放棄噶啦。屋企咁樣對我，咁樣嘅藐視我。害我放棄，但係約瑟沒有放棄。佢睇到一樣嘢，神係與佢同在。雖然喺咁嘅惡劣環境裏邊，神與佢同在，神依然嘅賜福俾佢。正話剛才所讀嘅聖經裏邊，你其實成段聖經咧，如果你哋喜歡讀聖經嘅人咧，你睇到冚唪唥三文治嘅。呢張聖經裏邊好多三文治嘅，不過我冇時間講，大家費事你瞌眼瞓。嗱，你睇下嗰個對住話俾你聽咧，第一節咧，上帝嘅手，看不見的手，雖然係賣咗做奴隸，但係原來賣咗去一個好緊要嘅人屋企。佢咧就係法老嘅內臣，即係內閣法老好信佢，法老就係埃及嘅王啦，好信嘅人。因為護衛長，佢係佢嘅叫做咩嗰啲保護皇帝嘅人特別嘅保護皇帝嘅人，所以係好信得過。所以佢第日坐監咧，都坐啲皇帝，即係嗰啲罪犯嘅監，坐高級監嘅。呢個上帝嘅帶領，所以佢會遇到善長啊、酒政啊，因為佢一去到賣咗俾個非常高級嘅主人。嗰度講耶和華與他同在，他就百事順利。第3節又係講主人都睇到啊，耶和華與他同在，又見耶和華使佢手裏面所盡嘅所辦的盡都順利。睇唔睇到個對聯啊？王對王，男對男啊！其實你一路對成段聖經下邊好多對聯嘅，喺後邊咧又有，不過我冇時候同你睇。嗱，即係嗰樣嘢就係咧，神與佢同在嘅時候，神就賜福俾佢啦。你唔好話點解神賜福俾佢要去坐監啊？嗱，呢個就係嗰個吊詭嘅地方啦。我聽過好多人嘅見證，雖然有 cancer 有癌病好辛苦，但係去到醫院裏邊，神都有特別嘅恩典。係有個姊妹講，佢到醫院裏邊點篤針篤 IV 篤嚟篤去篤唔到，個護士篤唔到。哇！真係大家喺度好唔知點算嘅時候，佢使唔使祈禱主啊救我啊？就有一個老嘅護士嚟到，你哋成班人都唔識，等我嚟啦！一篤就篤到。呢啲叫做就喺險境裏邊，神依然賜福。約瑟就喺被賣嘅環境裏邊，神依然賜福俾佢，使佢順利。所以第一個考驗就係神與我哋同在，依然賜福俾我哋。你唔好放棄啊！雖然有時環境令你沮喪，可能係失業或者係家庭裏邊有咗困難，或者有疾病痛苦，唔好放棄，因為就喺險境裏邊，喺困難裏邊，上帝依然嘅施恩賜福，好似佢施恩賜福俾約瑟咁。第二個考驗嚟啦，被誘惑，佢唔投降。
佢選擇與神同行，靠神嚟到得勝。呢個係我做嘅對聯嚟㗎。一個係咧，神與約瑟同在，約瑟與神同行。神與你同在，你要與神同行，明唔明啊？唔好淨係一味上帝賜福俾我啦，你同我同在啦。你要與神同行先至可以攞到上帝嘅祝福嘅，知唔知啊？嗱，睇下咯噃，你讀過啦，正話段聖經。嗱，約瑟咧就即係靚仔啦，個主母好中意佢啦。咁啊，好狼啦！主母成日話：你與我同寢，你與我同寢，你與我同寢。哇，咁狼嘅咁樣。咁我哋呢啲叫做不對等嘅關係啦，即係好似上司對老闆咁樣啦。即係約瑟佢係弱勢，佢一定要喺屋企裏邊，佢又唔夠膽告個主母，所以個主母佢係強勢。佢日日就係要追住約瑟，去引誘約瑟，去欺凌約瑟，去騷擾約瑟，啲性騷擾嚟嘅 sexual harassment。約瑟點樣對佢講咧？約瑟講第一樣嘢，第9節話：他沒有留下一樣不給我，即係佢主人。佢第一講咧，主人，然後女主人到佢。我哋要主人咁尊重我，咁睇得起我，我唔可以失信於主人。然後佢講一樣嘢，就係我怎能作這大惡得罪神呢？佢心裏邊點解唔做呢？除咗話好傷害主人對佢嘅信任，更加佢話唔可以得罪神，呢個大惡嚟㗎。你咁引誘我哋去同寢去上床，哇！呢個大惡得罪神，唔可以。於是佢採取一個拒絕嘅態度，拒絕態度就3不：不聽從、不同寢、不和他在一處。咁所以咧佢就即係再被引誘嘅時候咧，主母好狼啦，拉佢件衣裳，咁佢就走咗去啦。我哋唔再多想像呢啲情景啦。但係總言之就係好凄涼啦。我哋加拿大好感恩，我話咧，如果有上司性騷擾咧，你可以告佢啊！丈夫性騷擾都可以告喎，太太，我都見過喎。加拿大係一個即係感恩嘅地方。神同我哋同在，我哋要與神同行。約瑟肯定呢個大惡，唔好得罪神。得罪神，犯罪。叛逆使到撒旦有機可乘，入咗我哋嘅生命裏邊，一路嘅喺度蠶食我哋嘅生命。所以咧，嗰句聖經好好噶，以弗所書話：含怒不可以到日落，不可以俾魔鬼留地步啊！因為如果你發嬲人嬲過嘢咧，原來會俾魔鬼踏咗隻腳入去生命裏邊噶啦，有地步噶啦，慢慢成為咗一個 stronghold 添啊！即係一個據點啊！叛逆帶嚟神嘅刑罰、審判、管教係好慘嘅。叛逆亦都破壞我哋嘅見證，使到你見證黯淡，羞辱基督耶穌嘅十字架。好多人同牧師講就係：牧師，我真係冇佢唔得咧。佢可以好多嘢嘅，可以係婚外情嘅男女，又可以係咧錢，又可以係你主要每個人有唔同嘅處境，冇佢唔得。唔好信呢句話。如果嗰樣嘢得罪神嘅，冇任何藉口俾我哋去違反神嘅心意。講就容易啊，牧師，我心真係囉囉攣。係啊，吸引啊，撒旦嘅誘惑啊，你要斬斷佢，
冇任何嘅藉口。就算你覺得咧冇咗佢都唔得，都要斬斷。做正確嘅事，約瑟話俾你聽，未必會有理想嘅後果、理想嘅結果。所以佢被誣告、冤獄、不公平、不公義嘅審判對待。但係神知道，神欣賞佢嘅信實。好多話約瑟冇斬頭，應該如果係咁樣咧，性騷擾個女主人咧應該斬頭嘅。佢冇斬頭而平平安安喺坐監咧，其實個主人都知道約瑟唔係差嘅，係個老婆唔好。嗱呢啲即係街邊話啦嚇。呢個約瑟與主同行，等陣諗起一首詩歌，大家都會唱過嘅，就係與神同行。與神同行，我要遠離世界，與神同行，在他得着一切。我已決定遵行父神旨意，與神同行，走那生命窄路。與神同行係唔容易嘅，與神同行係要付代價，特別係要放棄嗰啲我哋好唔捨得，但係好清楚知道上帝唔喜悅嘅事。你怕唔怕得罪神？今日你有冇嘢得罪神？你要放低，或者避免得罪神，你要放低咧。選擇與神同行。好啦，唔講呢個故仔啦。好，希伯來書提醒我哋一樣嘢，弟兄姊妹，我哋係軟弱嘅人，我哋唔係靠我哋嘅勇敢，唔係靠我哋拍起心口，得我咬緊牙根嚟到做一個剛強嘅人。我哋係需要承認我哋嘅軟弱，以致我哋奔向我哋嘅大祭司主耶穌基督。我哋大祭司主耶穌基督並非不能體恤我哋嘅軟弱，佢都凡事受過試探，佢明白我哋嘅掙扎，所以我哋只管坦然無懼嚟到施恩嘅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做隨時嘅幫助。我哋嘅主係好樂意幫助我哋。我哋嘅主從來冇諗過你要自己憑一匹夫之勇去面對試探引誘。佢話你嚟啦，你嚟啦，你嚟，我俾恩典你，我會俾憐恤你，我會施恩俾你，我會隨時幫助你。希伯來書嘅作者更加提醒我哋，你哋有冇同罪惡相爭？有冇到一個流血嘅地步咧？梗係冇啦。我哋嗰時候兩嘢就輸咗噶啦。靠主嘅恩典抵抗到流血嘅地步。神與我哋同在，神賜福俾我哋。我哋與神同行，靠主得勝。好啦。到下邊咯噃，講到服侍人咯喎。約瑟落咗監裏邊，係王嘅監，係王嘅監，即係坐嗰啲係高級高官坐嘅監。喺嗰度撞到高官，一個先講下佢，又係講翻上邊嗰一樣啦。39章落到監裏邊，耶和華與約瑟同在，使佢喺司獄眼前蒙恩。由23節，因為耶和華與約瑟同在。又話使佢所做嘅盡都順利，特別強調喺監裏邊一個最惡劣嘅環境裏邊，神依然與約瑟同在。所以今日安慰喺困難嘅弟兄姊妹，你覺得今日好慘、好沉重，我話俾你聽，神依然喺度，神依然與你同在。喺你今日嘅苦境裏邊，神依然嘅會賜恩俾你。
而家佢嘅生命線、事業線又好，落到監獄裏邊啦，佢依然嘅係倚靠神。約瑟同亞伯拉罕唔同，亞伯拉罕見過神，同佢嘅爸爸雅各唔同，雅各同神摔跤，約瑟冇啊，乜都冇，淨係見過兩個夢，又發過兩個夢。你知啊，發過兩個夢都有時都唔知係真定假嘅。但係佢有乜嘢呢？聖經話俾你聽，佢與神去找住神嘅同在，佢同神同行，就足夠捱呢13年。呢個就係約瑟屬靈嘅經歷，找住神嘅同在，與神同行，就足夠面對被出賣去到埃及做奴隸，足夠有勇氣去拒絕佢嘅主母，又足夠嚟到喺監獄度過咗10年，又足夠面對即求嗰個酒政救佢，酒政忘記咗佢2年一個失望嘅時候，發現原來找住神嘅同在，同神同行咁好使㗎喎。就係約瑟嘅屬靈經歷，唔係一定要需要有特殊摔跤啊、面對面啊。約瑟話俾你聽，上帝係豐富嘅。每個人，特別我哋好多普通人，就係找住神嘅同在，同埋與神同行就足夠。跟住考驗又嚟啦，被誣告，我依然關心。佢對人充滿咗同理心。如果你唔係好明咩叫同理心，即係同情關懷咁上緊啦。考驗嚟啦，佢被人遺忘，我繼續等待，用神嘅恩賜嚟到去服務。嗱咁咧，佢喺監獄裏邊，埃及王嘅酒政，即係咧斟酒俾王飲嘅即係試好啲酒冇毒嘅同神好親同呢個法老好親近嘅一個善長，即係為法老預備飲食嘅。咁佢哋都得罪咗法老，坐咗監。第6節話咧，到咗早晨有一日咧，約瑟進去佢哋嗰度服侍佢，見到佢哋有愁悶嘅樣子，他便問法老嘅兩臣，就是與他同囚的，在他主人府裏的，說：他們今日為什麼面帶愁容呢？咁樣樣，佢跳咗好多。於是乎佢哋就對佢講：我哋發咗個夢，冇人能解。約瑟話：解夢不是出於神麼？請你將夢告訴我。嗱，約瑟係一個好體貼、關心人嘅人。佢見到佢哋有愁悶嘅樣子，亦都問佢點解你哋面帶愁容。今日我哋可能遇到好多人匆匆走過，都冇留心到佢個樣，佢樣好啊定唔好啊？笑啊，木口木面啊，煩惱啊，皺埋個眉頭啊，冇睇都唔定，冇睇。約瑟，你話佢係服侍人咧，佢就留心人嘅面容，以至問佢，關心佢。約瑟冇因為話你有你嘅難題，我有我嘅難題，我唔使理你，我淨係做基本工作得㗎啦，服侍你就算啦。但係佢係用個心去服侍人，雖然有不公平嘅對待，佢依然嘅關心，心裏邊充滿咗關愛關心。特別問你點解傷心？嗱，呢句話咧就唔好隨便問人嘅。今日完咗之後，幾弟兄姊妹，喂，乜你咁煩啊個樣咁啊，咁樣衰啊咁樣，有啲咩傷心啊你？唔好咁樣講。最近聽咗余德純嗰樣嘢咧，佢話如果見到有人愁煩個樣咧，余德純教你咧就又坐喺隔離坐半個鐘，然後咧俾佢知道你真係陪佢嘅，咁先至問佢。佢就唔好隨便問。哎呀，你個樣今日好愁喎，你個樣好殘喎，唔好咁樣
但係你關心下佢，問下佢，然後咧睇下有智慧地講，有機會向眾人行善。於是乎佢解釋個夢俾佢聽。嗱，因為時間關係，好簡單講。佢話咧就係佢見到一棵葡萄樹啦，有三根枝子，有啲菩提喺度。咁咧就我就拿葡萄擠在法老嘅杯裏，將杯遞俾佢。咁佢話好啊，呢個夢好啊。3日之後咧，你會繼續復職，繼續咧揸葡萄，即係俾葡萄酒法老飲。咁第二個發夢咧就話：哇！我有3筐白餅為法老烤嘅各樣食物，有飛鳥嚟食。哇！約瑟就好坦白話俾佢聽，慘啦！3個筐子咧就係話3日，法老要斬你個頭，將你掛在木頭上，飛鳥嚟食咗。嗱，一個酒政就放生翻去服侍法老。咁於是乎約瑟話：喂，你出翻嘅時候記住救我出嚟啊！我係無辜㗎。咁當然啦，佢忘記咗佢啦。咁呢個善長3日之後真係被斬頭啦。咁所以約瑟又喺監獄等咗2年，被遺忘。佢依然嘅等候，繼續用上帝嘅恩賜嚟到服務啦。過咗2年之後，法老發咗2個夢，咁就問有邊個可以解到？冇人解到。就喺呢個時候，酒政就話：喂，我有個人識解夢嘅喎。於是就將約瑟從監裏邊提出嚟，帶到法老面前，為法老解夢。法老嘅夢就係有7隻肥牛從河裏邊出嚟，代表7個豐年。跟住有7隻瘦嘅醜陋嘅牛出嚟，食咗前邊嗰7隻肥牛。大家食得肥牛餐多，未食過瘦牛餐啊！冇咗啊，饑荒冇咗啊！食嗰七年嘅豐年，俾7年嘅瘦年食晒。跟住又係發夢見到有7個好大嘅穗子，即係麥穗啦。跟住又有7個嘅好瘦弱嘅穗子，食咗之前嗰7個即係大嘅麥穗子，亦都代表7年豐收之年。跟住有7年呢個收年。咁於是乎咧就叫法老佢諗一條橋咯。約瑟真係好犀利啊，因為佢做慣管家，喺監獄又做管家，主人又做管家。佢話咧，法老你要揾一個有聰明嘅人管理埃及地。呢個人咧要管好多官嘅，將7個豐年嘅時候咧徵收埃及地嘅1/5，即係豐年嘅時候咧收1/5，就夠你咧7年嘅瘦年㗎啦。我嘗試計數下，睇下第日同我對下啱唔啱啊？你翻去計下條數啊！攞1/5就夠7年食，仲可以俾其他人嘅，俾其他外族人食嘅。你明唔明啊？收20%，即係幾大豐收咧？真係好大豐收即係將儲埋嘅糧食預備防備埃及地將來所要嚟嘅荒年。佢已經有成個計劃話咗俾法老聽。於是法老話：哇！你咁聰明，你有神嘅靈喺你當中。神既然將啲事話俾你聽，冇人有你咁聰明，你管我屋企啦。於是俾佢坐第2把交椅。於是乎，你就會好明白點解要坐13年監。頭嗰2年就喺主人嘅屋企裏邊，俾主母害，以致呢就可以去到皇帝嘅監。去皇帝嘅監要等9年，等法老呢罰嗰2個酒政同善長，要佢哋落獄，即係要一齊坐監，喺嗰度見到佢哋發夢。神喺嗰陣時候先至將個夢俾酒政同善長。咁點解要再等2年呢？因為法老呢2年之後至發夢，即係上帝要13年後先至法老發夢嘅。咁咧點解上帝唔一早俾法老發夢呢？咁我唔知，上帝嘅計劃係咁啊嘛。
要13年後先至發怒發夢，所以咧約瑟要坐13年監。如果個酒政答應咗放佢走咧，佢就翻咗去阿爸嗰度啦，揾唔到佢，所以留佢喺監裏邊咧。個酒政一叫嘅時候就可以捉翻佢去見法老，你明唔明啊？即係呢啲嘢咧，神整定嘅，即係呢個世界係整定。第二樣嘢咧，點解要坐13年監？係有神嘅計劃，神要13年後法老先至發夢，然後有7年嘅大饑荒，大豐收，7年嘅大饑荒，神嘅計劃。所以喺神嘅大計劃裏邊，約瑟好慘啦，就要坐13年監。喺13年監裏邊，上帝就鍛鍊佢嘅為人，佢嘅信心，睇佢有冇找住神嘅同在，有冇與神同行，就係咁鍛鍊佢嘅信心。當佢升職之後，唔單止佢發達啦，佢仲用佢嘅才智恩賜嚟到服侍人。我自己好中意時時鼓勵弟兄姊妹咧。講職業講座就係 EP 同 SP， 你未聽過咩叫 EP、SP？EP 就 earning power。聖經咧喺申命記第8章叫做得貨財之力，得貨財之力即係揾錢嘅能力 ，earning power。點樣將 earning power 轉為 serving power 服侍嘅能力咧？係你每一個基督徒上帝命定你嘅。你唔單止淨係要有 earning power， 你更加要將上帝俾你嘅 earning power transform to SP serving power。我見到弟兄姊妹都喺度服侍啦。琴日我哋有一個移民講座、揾工講座又請咗3位姊妹嚟到分享點樣揾工嘅經歷，有 HR 有 headhunter 咁喺度分享，都係幫助人嘅一種，將 EP 成為 SP。記得啦嚇，唔係就係 EQ SQ 下都有。有啲人好似我哋嘅短宣隊有牙醫去訓練馬達加斯加嘅牙醫助手嘅課程啦，亦都有弟兄咧去到越南好多年前去到越南度教人咧點樣拍婚紗結婚相啦，幫助人哋有飯食啦。有啲人識得煮飯嘅，幫kitchen 啦，好多嘢喺度幫。呢堂咧聽少啲嘢嘅，上帝俾我喺工場裏邊咧，喺我做工嘅時候學到啲嘢，我帶咗翻嚟教會好多年。如果你侍奉裏邊咧，我哋教會咁多嘅侍奉，每一個侍奉我都問5個問題，問我同工，問一樣嘢：你個侍奉裏邊點樣吸納人？點樣吸納人？點樣咧留住人？點樣咧叫人成長？喺邊度學翻嚟嘅咧？以前我買牙膏又好，買奧利又好，通常咧買啲最平9毫9支，9毫9支一支牙膏，跟住咧俾減價啦，等你繼續用我哋啲牙膏啦。跟住慢慢咧，你留得喺度咧，就教你咧要潔美白潔白啲牙齒啊。1蚊牙膏變咗5蚊、10蚊一支，一樣道理。我哋做任何嘅事工，吸引咗好多社區嘅朋友嚟一次用乜嘢啫？你需要用小組用關愛留住佢。如果冇小組冇關愛，唔好做啦，做一次過唔值得做嘅。然後咧，你需要咧睇下點樣幫佢成長。信徒係咁樣樣，侍奉都係咁樣樣，做詩班都係咁樣，留住佢哋點樣繼續提升佢哋嘅敬拜嘅情操，唱歌嗰個嘅技巧 ，grow 你要 grow。但係即係出邊商場就去到嗰度 attract whole grow 就停啦。但係我哋基督徒需要祈禱，所以我問每一個事工背後你有乜嘢禱告支持你？你嘅團隊裏邊有冇禱告？有冇叫其他弟兄姊妹為你代禱？3福最好噶啦，有好多代禱嘅勇士嘅禱告好緊要，撐住個事工。跟住問個隊工問一個問題嘅啫，佢哋開唔開心？做得開唔開心？你哋信徒做義工嘅做得開心，至會出現翻嚟做噶嘛？做得唔開心就唔翻嚟噶啦嘛。開心有好多原因嘅，因為我歸屬呢一個團隊，因為我覺得我有貢獻，因為我見到上帝嘅手喺度工作，你開心你就會喺度做。所以5樣嘢，
任何事工，由司事啊、組長啊、乜嘢侍奉都係問呢5樣嘢啫。你點樣吸納人嚟？你點樣留住佢？點樣叫佢成長？點樣代禱？點樣個團隊做得開唔開心？將來即係查去人量呢樣嘢存唔存在但係咧喺咁多年嚟，我就係揸住呢5樣嘢睇每一個嘅事工。本來想同你分享咧 ，It is well with my soul。大家都聽過呢首歌啦，都知道Spafford 個太太同4個細路坐船沉咗，4個細路浸死咗，佢太太生存。當Spafford 先生去會佢太太嘅時候，經過沉船嘅地方，佢就寫咗 It is well with my soul。有時享平安，好似江河又平又穩；有時憂傷似浪滾。在任何環境，我以蒙主引領，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呢首歌大家都好熟，但係原來個故事未完嘅。佢失去咗4個孩子之後，上帝又俾翻4個孩子佢哋，跟住又有好似係2個都離開咗。佢本來係一個好成功嘅芝加哥商人，但係咧後嚟生意失敗。佢嘅屬靈嘅學習啦就覺得佢哋需要搬去耶路撒冷做一個朝聖者。佢一家就搬咗去耶路撒冷，喺嗰度做慈善嘅工作，幫助傷兵，幫助苦困嘅人。有一次近住聖誕節，有一個人帶住佢嘅太太同個仔嚟到，好細個細路仔嚟到佢嘅慈善機構度啦。個媽媽死咗，個爸爸就請佢同佢睇住佢個仔，於是佢就收養咗呢個細路。就喺嗰時開始，佢喺耶路撒冷做埋兒童醫院嘅工作，又有收養一啲嘅孤兒。上帝用人，大家冇得聽我個故事啦，我唔講我個故仔啦，因為冇時間。11點鐘至講。上帝就係咁樣，上帝就係命定我哋每一個人，用你嘅生命去祝福其他嘅人，按住佢嘅安排，按住佢嘅時候，